曾經提過，呢一個希伯來嘅文字同數字係用同一套符號，所以文字亦都可以轉化為數字。而以色列人佢哋喺呢一個神懲罰佢哋，因為殺咗主耶穌之後分散各地。但係喺呢一個以西結書嘅31章，神預言佢哋會返嚟以色列，重建以色列國。咁其實喺呢一個再早啲嘅利未記就已經有講過，當時神用一個字叫 You shall return， 英文譯做 You shall return， 而當然係希伯來文啦。而呢個希伯來文嘅字，如果唔用文字嚟表達，轉佢做數字，又係咩數字呢？就係1948。神奇嘛！1948，以色列就係喺1948年5月14號復國嘅。神喺成幾千年前就已經可以預言以色列復國嘅年份。歌頌偉大嘅神，雖然佢哋殺主耶穌，神依然紀念對亞伯拉罕嘅誓言，依然救以色列人，依然使以色列復國，依然使以色列光榮強大。以色列將會喺呢個世界同愛神嘅人共享千禧年。呢個就係偉大、大能、慈愛、寬容嘅神主耶穌基督，耶和華，歌頌偉大嘅耶和華。阿門。